客家电视的文学剧《彩虹左岸》按每日8點會正式播出的，也出連續劇係由作家鍾文艷的小說改編的。鍾文艷長期關心土地、關心離開家鄉出外種去發展的人。《彩虹左岸》一個故事如係睇淡水河左岸，如一下新北市地區來發展的。對這個作品頭一擺本人改編做電視劇。鍾文艷講佢緊張，唔過也肯定也出去有做喺一個本單小說的主題，也用嘅係有詩意嘅鏡頭來表達小說當中呈現的氣氛。客家電視也對今年戲事推出呢啲報道，除了小姐鍾文艷同伊嘅彩虹左岸以外，也同大家講韓國多客家族群移民的故事。阿爸總嘅就將嘢就送台啊！佢家有啲病。你說。社保查最年尾卡巴爆發嘅夜調，還要準備愛上台北大兵復刻喺門企業做阿巴薩幫別村，帶定朋友同志嘅希望離開嘅彩虹左岸的故事，就對兒童講喜事。對彩虹左岸基本上就是一個遷徙，但遷徙到了他鄉，卻沒有得到他原來想要的生活的樣貌。淡水河嘅照片上三重埔，第60年代工廠當多，工作機會沒當多。一當我認識民眾都來研讀書。鍾文艷從細每天定熱愛，對故鄉原點上來台北落錯，韓國機動校因那嘢去健行健看，故所韓卡掉幾多也得為心情。其實對於移動者或者所謂的漫遊者、漂泊者、流浪者、無法安居者，都有一個很強烈的關懷，非常能夠理解人渴望安居樂業，可是又被迫要長途跋涉的這種生活。彩虹左岸的故事都同淡水河有關。對鍾文艷來講，淡水河係假生命都好嘅母河，就像假命用嘅。淡水河也是我們的母河，我覺得是台北人無法永遠到哪裡都帶着這條河流。即使像我這樣的有父母輩是從南方上來的，可是他們第一眼就是看到這條河流。係這文學嘅鍾文艷，本單下速度阿爸嘅角色係唔到曉講客嘅行業，一下喺戲劇當中有機會用客話來演出，佢知道一樣嘅有無共用嘅美感。我喺台北。去台北打兵，我覺得蠻好的，因為我其實從來沒有想過說我的小說可以變成客語發音，因為它有另外一個，好像另外一個戲的，另外一本小說的感覺。鍾文艷用自家長期關心的題材，寫出嚟一條河壩，留意的素材，割出嚟照片同照片，咩本出嚟人的貧窮同富貴。未來鍾文艷還會繼續用淡水河來創作，希望大家唔可以認真等呢啲有才有足夠嘅幅度高安度嘅人嚟來填補睇淡水河，嚟填補睇自家見自家念頭。下個新聞，番茄鐘12台北報道。